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末世預言、末世嘅徵兆。我哋之前咧睇過咧末世嘅徵兆，第一個咧就係假基督同埋假先知嘅興起，第二個咧就係打仗同打仗嘅風聲。今日咧我哋睇第三個末世嘅徵兆咧就係饑荒啦。同戰爭緊密相連嘅呢就係饑荒嘅普遍化同埋加劇。主耶穌明確咧將多處必有饑荒列為末世嘅預兆之一嘅。今日咧全球嘅饑荒嘅成因咧已經係超越傳統嘅天災橫禍啊咁噶啦，而係戰爭啊、氣候嘅劇變啊、經濟制裁啊、糧食武器化啊，同埋全球供應鏈脆弱性等嘅多重危機交織嘅結果嚟嘅。聯合國糧農組織嘅報告2025年嘅報告指出咧，全球面臨重度糧食不安全嘅人口呢，已經係超過3億㗎，而且呢數字呢係持續攀升嘅。乾旱啊、洪水啊、蝗蟲啊等極端氣候嘅事件呢，正嚴重打擊呢個主要糧倉嘅地區，例如美國嘅中西部啊、呢個東非啊、印度啊嘅農業生產嘅。咁與此同時呢，地緣政治嘅衝突，如俄烏戰咁就導致化肥同埋穀物出口嘅中斷，引致全球嘅糧食價格咧係飆升嘅。呢個現象咧正好呼應咗啟示錄第6章咧揭開第3個印嘅時候嘅異象。啟示錄講俾我哋聽咧，到時咧一個銀幣買1升麥子，一個銀幣咧買3升大麥。古時咧一個銀幣咧係代表一個人一日嘅工資嘅，咁一日嘅工資咧只係可以買到1升麥子，1升麥子咧只係夠一個人嘅食用，咁家人咧就唔夠食啦，咁樣嘅講法咧係象徵糧食嘅極度短缺，同埋當時價格嘅失控，喺末世嘅日子咧可能有啲超級嘅通脹，令到呢食物嘅價格咧係好昂貴嘅。饑荒咧唔止係肉體嘅危機啊，更係對人類文明根基嘅挑戰嚟嘅。佢迫使人咧流離失所，引發咧社會動盪，並且咧為極權統治者咧提供藉口，推行更嚴厲嘅資源配給同埋人口控制政策。呢個咧可能就係會敵基督喺大災難期間建立佢嘅獸印經濟統治系統嘅社會背景嚟嘅。喺饑荒嘅陰影籠罩世界之際，教會蒙召呢成為神慈愛同埋公義嘅管道，不僅要以實際嘅行動咧關懷飢餓者，更要以福音傳遞俾那永不匱乏嘅生命之糧，見證神國度嘅真實同埋榮耀。呢個咧就係基督徒嘅使命啦。約翰福音6章35節講，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絕不飢餓，信我的永不乾渴。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多謝各位收睇，下次再見，拜拜。